丹麦报告称，来自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包括北极地区的间谍威胁日益增加。全球大国在北极地区正面临资源和海上航线的紧张局势。丹麦安全和情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积极的全球角色使该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并且有许多针对丹麦的间谍活动的例子。在阿塞拜疆，在总统伊里哈木·阿里耶夫的参与下，计划装机容量为240兆瓦的风力发电厂奠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亲王与阿里耶夫一起出席了由沙特阿拉伯 ACWA Power 公司建造的发电厂的奠基仪式。瑞典体育部长安德斯·伊格曼宣布，他们将不作为政府参加将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瑞典体育部长安德斯·伊格曼在该国官方通讯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不是政治或外交抵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决定抵制奥运会，理由是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耶夫通电话。会议期间，托卡耶夫感谢俄罗斯的援助，讨论了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开始协调撤出哈萨克斯坦领土有关的问题。在萨尔多瓦，据透露，许多记者和活动人士的手机被以色列国家统计局集团开发的间谍软件入侵。另一方面，在波兰议会上议院参议院举行的投票中，通过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间谍软件的使用情况。土耳其第一颗珍馐卫星格里祖 263A 由格里祖263太空团队设计，该团队由大学工程学院的学生组成，用于实现基本通信活动，搭载 SpaceX 火箭起飞。该卫星计划在525公里的近地轨道运行4年08个月。据称，红色中国奉行恐吓穆斯林的政策，仅因向儿童传授古兰经就判处维吾尔突厥妇女哈西耶·阿赫迈德14年徒刑。法院官员证实了对这名57岁妇女判处监禁的原因，并说她向附近的孩子传授了古兰经。当地警察突袭她的房子时，她还藏了2本古兰经。